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一开始要伫瑞士的日内瓦举行，那么是个还未受到邀请。早起台湾21个医术团体开记者会，因呼吁 WHO 无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无要互咱台湾参加。伊嘛望讲会当透过 WHO 甲台湾的防疫经验分享予全世界。一年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O 就要举行啊，不过台湾要是防排除在外。今仔日早起，台湾21大医术团体做伙召开记者会，希望台湾会当重新登去 WHO。不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西医的医疗，中医的这个医疗哈也是非常的进步。尤其这次清冠1号呢在台湾守护民众的健康，在世界发光发热，7000多位中医师呢用全力支持我们台湾加入 WHO。据了解，过去台湾伫咧2009年到2016年的期间，拢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。不过，从2017年开始 ，WHO 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无阁邀请台湾参加。医界人士认为讲，今年是 WHO 成立的第75周年，大会主题是结合所有的资源甲力量，替人类创造上大的健康福利。台湾有高科技的医疗技术甲人才，嘛愿意甲医疗资源较欠缺的国家斗相共。不过 ，WHO 煞甲台湾排除伫医疗体系以外，违背大会主题，嘛违背 WHO 宪章的精神。呼吁我们拥有115个国家的世界医师会 WMA 对 WHO 的呼吁 ，Open the door for Taiwan， 为台湾打开 WHO 的大门。医界人士认为讲，健康是基本人权，台湾2300万的人民有权参与 WHO。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干事长排除政治的因素，让台湾会当参与 WHO。记者综合报道。